勇士自来卷3幕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这很轻松啊。团练武奇才3个大字打在公屏上好吗？练武奇才，能否再次一发入魂？大家好，我是丢人区的UP主。哎呀，自来点常有一句口头禅叫你真棒，今年落锤的姿势真的是你真棒啊！韩老师，我觉得是这个样子，他可能是因为他之前有风阻的那个自来卷没有了，所以他现在有点不习惯他现在的那个摩擦，在空气中那个摩擦力，然后有点冲猛了。哎呦，分析非常的有道理。其实人呢都有一种潜意识啊，你一旦换了发型，参加这样的重要的闯关的比赛的话，真的是不会有什么好运气。